5月24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善良、好正直、識得為人着想、責任感好強嘅人。你個人有活力之餘呢，亦都好冷靜，直覺好準，好識得睇人，你睇人好準。你好重視人與人之間嘅接觸，但係你唔係好識得 say no。一有人呢需要幫手嘅話呢，你就會伸出你嘅援手。喺感情方面，你比較怕受傷，成日都提自己呢唔好太過投入，除非你揾到個同你心靈好契合嘅人。如果唔係呢，你都好難投入去一段感情入邊。結咗婚之後，你會好努力咁樣締造一個溫暖嘅屋企，但係你對小朋友咧會比較嚴厲嘅，而對性愛方面咧你比較保守。如果對方好強勢啊、好惡對你嘅話咧，你寧願唔做嘅，有機會咧會有無性婚姻嘅出現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，你比較傾向於中意接觸人啊，咁所以咧一啲對住大眾啊或者對住人嘅工種咧會比較啱你多啲。同人交流嘅工作咧會對你嘅事業同埋你嘅運氣咧都比較有利嘅。如果淨係對住電腦啊或者一個人完成嘅工作咧，你會覺得比較辛苦，唔係太過適合你。而財運方面亦都比較穩定，你未必揾到大錢，但係亦都唔會破財。如果對人大方啲、慷慨啲嘅話咧，你嘅財運會因此而提升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好多時咧，你都係做咗人哋嘅嘢，對咗人哋負責任，人哋未必感激你之餘，自己都覺得有啲空虛。可能要將個次序調一調，先做好咗自己先至去幫人哋嘅話咧，咁會好啲嘅。另外，到底命運同埋緣分係有啲咩呢？呢一啲嘅生命議題咧，都好啱你去探索嘅。